伫咧嘉义县饲猪的数量大约有38万只，排伫咧全国排第5。为着要阻挡非洲猪这病情传入去嘉义县，县政府也专工成立联合稽查小组，除了稽查县内饲猪场以外，嘛针对着新住民所开的餐厅甲干仔店进行宣导。移民署人员向新住民宣导，唔通使用中国进口也是来源不明的肉类。卫生局嘛参警方来餐厅甲干仔店稽查，看使用的肉类敢有违反规定。做多余的这个宣导，那让我们的新住民，还有我们的店家能够不要去接触到来路不明的这个猪肉制品。市售的一个有关在卖越南，不管是越南小吃或是越南相关成品的部分，我们也进行来稽查，大概有170家。除了稽查市面上的肉类食品，嘉义县农业处嘛针对县内277位饲猪场进行消毒甲视察。农业处表示，饲猪场的部分目前拢有符合规定。初步有发现3起的这个疑似违规案件，那经送验还好，我们的非洲猪瘟检验是阴性。嘉义县饲的猪大约有38万只，数量排全国第5。农业处呼吁，若是发生疫情，唔能影响猪肉相关产业，嘛会造成民生需求的问题。希望民众千万要了解问题的严重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